伫咧今年2月发生这中国渔船并船案件，金门地检署今日的侦查终结，认定这海巡的巡防艇无故意去弄中国渔船，而且中国渔船确实是有违法，对这艇长也有驾驶2个人无被起诉处分。也因为今仔日是中国禁猎鱼的解禁日，这个金门厦门海域，中国海警船也有中国渔船是伫遐拢是甜满满的，就是烦恼讲有渔船和中国迄边搁再发生冲突，但是海巡也赶紧出动维护安全。画面内底这只中国山姆渔船虽然有弄到的痕迹，不过船身并无变形或者是受损。这件发生在今年2月14日，中国的渔船为着要闪过咱海巡巡防艇定船拦检，煞发生并船造成2个人死亡的案件。即马金门地检署侦结，检查渔船甲巡防艇船身弄到的痕迹，因为小可改掉尔，认定巡防艇并无挑工要甲弄。我们有发现这个起网机，所以照这个生还者的说法，就是他们要去收渔网。船顶加网机的状态正是生还者的讲法，而且检方调查嘛发现讲，代志发生进前，金门的渔民几下反映讲，有中国的渔船走入来咱的海域，而且佫偷摕咱的渔网啊。因若这只渔船毋若无准名，听到咱的海巡要去检查了后，是使真紧想要赶紧宣，明显违法。而且过程当中，拢伫咧金门的禁止水域内底，认定海巡的作船是有法律的依据。巡防艇它的船头其实在高速航行下会翘起来，所以这个巡防艇上的人他其实看不清楚陆基快艇是怎么翻覆的。巡防艇伫码头台面，也若因为涉嫌过失致死罪，红列做是被告姓黄的海巡船长，也有姓蔡的驾驶，10人是以不起诉处分。本案没有收证录影。海巡署已经多次向社会及家属致歉。海巡无搜证引起争议，海委会主委管碧玲嘛讲，已经有买执勤监控的设备，嘛已经分类，要求当人都要落实搜证的程序。也若为中昼开始，中国的休渔柜已经正式解禁，金门厦门的海域4架拢是中国的渔船啊。在搜寻的时候，就有发现4艘海警的大陆海警船在这个航道外面在巡逻。毋但是中国的渔船啊，中国海警船早起嘛包围金门，宣示主权。咱的海巡是赶紧出动去保护。也若渔会嘛，佫一概提醒渔民要细意，避免甲中国的海警船或者是渔船啊发生冲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